你好，歡迎收看公視第一台下晡新聞，我是曹欣。27秒來看今仔日的新聞重點。宜蘭東部海峽昨暗發生規模5.2的地震，新北甲宜蘭震度3級，氣象署表示這擺較深，地震尾感覺無明顯。中華基督教病院前院長涉嫌勾結廠商簽訂合約損害病院的利益，攏總3人依照背心頂罪嫌受押禁見。新冠疫情壓懸，更要寄付醫用快篩限制對象，實際病例恐驚愈濟。疾管署講會佇9月討論監理放領。宜蘭東部海峽昨暗發生規模5.2的地震，新北甲宜蘭震度3級。也氣象署分析講這擺地震是板塊撞入去另外一塊板塊下骹，深度較深，地震尾感覺無明顯。15暗7點半，東部海峽發生明顯的有感地震，規模5.2，深度66.6公里，嘉義100個縣市攏有感覺。上大震度佇咧宜蘭縣新北市3級。氣象署講這是溫活型地震，深度較深，規模也無超過6，地震尾感受較無明顯。這個區域以前就定定有地震。去年在年底的時候，12月27號，我們有測到，在這邊有測到一個20號這個地震是規模7.0的地震。那同樣都是隱沒在這個地方，比較小的餘震的話，我們大家都感受不到，因為它的距離地表比較深。氣象署統計分析歷年來地震的次數，台灣每年平均會有4遍規模超過6個地震，今年到即馬已經有1遍。不過地震無法度預測，大家愛隨時做防災的準備。頂個月底，日本松本發生規模7.1的地震，災情嚴重。專家講，今年到8月中，全世界發生11遍規模7以上的地震，上大規模是6月初7，菲律賓的7.8地震，甲過去100年捌發生過地震的溫默帶，甲最近發生過規模7以上的地區摕來比對，發現4個抗北帶。在那個智利的中部到南部這一帶，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阿留申海溝另外就是在那個勘察加半島到北海道之間，紐西蘭的這個南部那個這一帶，就是這個4個區是過去那個能量那個比較沒有釋放的這個區域。國家文講，照以前的平均值，佮比對今年地震的次數，今年全年規模7以上的強烈地震數，大概是15到16個，算是正常偏多。記者綜合報道。韓國42號演習佇頂禮拜結束，也學者指出講演習是愈來愈偏向美軍實戰化，要互敵人的斬首戰略來無效期。也聲電論成演習各國的駐台代表是做伙參與，佮甲大家紹介因的緊急避難包內底有啲啥物。If you get hungry, we have a collection of snacks. 看起來蠻好吃的。And then we have a hat, so for bald people like me, so you don't get sunburn. 介紹緊急避難包內底必備的物資，AIT 處長顧立堅用中文、英文、日文親身來介紹，內底也有咱國防部所發布的全面安全指引，這本的感覺式的冊，這是為了響應進行佇全台各地舉行的城鎮輪性演習，各國駐台代表攏有參加。放主要的東西在裡面，像這個。British essentials. You need something to play. Nothing better than the Airbus planes. 今年城鎮輪性演習也頭一擺實施行動網絡降速，並且結合國軍漢光42號演習來舉辦。街路上更加接看到各式軍車駛過，官兵守護重要設施，並且擴大動員超過5000名的後備軍人來參演，嚴正軍民整合能力。學者指出，這擺漢光進一步做到去中心化機關，導入反向干部精神，攏顯示愈來愈滑向美軍實戰化風格，也要予斬首戰略來失去意義的目的。俄烏戰爭跟這個美伊戰爭經驗跟教訓，第一戰大概都是設法把這個政軍中樞、指揮系統全部都截斷掉，你不會一個地方被摧毀掉，那個其他的完全那個就完全沒有運作，它可以用分散的方式能夠持續運作。所謂的這個美語老師跟這個美軍的這樣的一個官方合作，多少可以把這些先進的這些作戰概念引進到國內然後調整國軍的這樣一個作戰部署的方式。另外，在漢光演習期間訪問台灣的美國眾議院外委會用務主席麥考爾登去美國了後，對媒體講，在中共繼續對台灣甲全球帶來威脅的時陣，真公營會用在重要時刻來訪問台灣，展現美國對台堅定不移的支持。記者綜合報道。
美國四大指數軟起也拜三台指期結算，台股拜一的趨勢是引起關注。也專家認為講，美伊戰爭未收煞，不過目前這個油價是也無失去控制，佮加上講9月聯準會真有可能會維持利率，這個利率未來改變。就算講拜一台股開盤有震動，不過起起落落應該佇咧千點以內。也專家佮分析講月底台股乃當徛起哩47395點，9月台股都有機會挑戰48215點。美國這個零售銷售月減0.6%，無夠預期，顯示消費動能降溫。而且美國就業甲消費等指數也無理想，市場預計9月美國聯準會利率可能袂啥會震動。美國股市四大指數攏由紅變烏，向上衝的日頭攏會花去，股價在收盤半晡攏無超過1%，台積電 ADR 半要加1%，大家等你看8月台股開盤。外資已經在上週是連續5天連五買超台股這個就是外資是比較轉為正向，所以我們覺得說就是震盪可能再偏多一點點，那因為上面再上去可能會有一些獲利了結的賣壓。專家講台股也是有機會登到46000點，不過台股這禮拜行勢有幾個觀察指標。要注意外資台指期前空單，敢有法度降到8萬口以下，現超買超是毋是人繼續？抑個台股46000點，敢有法度自壓力轉做支撐？過來就是台指期正價差，敢有法度繼續？專家講，央行9月理監事會議利率可能袂變。而且最近新台幣對美金的匯率轉強，有機會挑戰31塊8。8月底台股有機會自反彈轉做反轉，擱再回升起嚟。回升這個地方可能會在下禮拜這個地方來做挑戰。如果一旦47395過的話，9月份應該台股就有機會創下這個歷史新高48215的這樣的一個歷史高點的挑戰。專家認為台股在9月應該還會當起，除了7月有206間上市櫃公司營收創新高，而且上市櫃公司如果在頂半年立出3.6條迄啲的好成績，過來第3季甲第4季攏是傳統的旺季，攏有利台股繼續衝關。記者綜合報道。新冠疫情壓關，根據疾管署的統計，8月初2到初8看新冠肺炎的就超過24000人，也對初4到初10本土的重症是增加72例，死亡個案有14件。也佇咧第一線醫生就講即馬健保給付的醫用快篩有限制對象，有的病人出現症頭，真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煞因為講愛厝胃酸無願意檢驗，醫生都無法度斷定確診。也是這病例恐驚會愈濟。針對這件代誌，疾管署表示講，會佇咧9月來討論講，敢要擴大健保給付醫用快篩的對象。因為你這抗病毒有時陣吼，這個有一些交互作用。聽到患者的症狀改做快篩，果然是確診。國內新冠疫情進入流行期，疾管署統計，自8月初2到初8，新冠門診急診人數超過24000人，確診人數也衝關，新增加72例本土重症病例，14例死亡病例，攏創這季新冠。對第一線診所觀察，有一半的40多人患者攏是確診新冠病毒。我太太有這個症狀，我覺得身體就是有這個情形，我就來看。昨天突然覺得很酸痛，然後我也會擔心是因為醫生剛剛講說可能會是 COVID， 不過剛剛有做測試沒有。這馬健保給付醫用快篩加抗病毒藥物的使用資格互相聯動，以65歲以上的40大人，也個得到癌症、糖尿病、慢性腰子病這款高風險族群的患者為主，其他病人愛家己開錢做體檢買抗病毒的藥物。醫生擔心無自費體檢的人會變做已經烏數。其實可以把這個限制開放，就是說我們流行期，那我們就讓一般民眾也可以來篩哈，這樣才不會造成就是說他們買不到快篩片，所以他們最後決定蓋牌。基層醫師講，這馬健保給付醫用快篩，健保點答上計只個150點，甲流感的300點有差，希望最近檢討加強疫情期間的防護制度。有關點值點數的部分，健保署已經行文給醫師公會、全聯會收集相關的意見。針對是不是擴寬使用對象的部分，疾管署跟健保署將共同在9月中旬邀集相關的公會
學會、協會來討論。疫情清關，大家攏真重視。內政部也證實，台中成功嶺大體育訓練班第276梯次大體育一欄確診新冠肺炎148人 ，A 型流感39人 ，B 型流感7個人。這麼依照健康狀況，採取分村分流隔離，抑個相關醫療處置，也繼續掌握一欄的健康情形，也通報台中市衛生局。記者綜合報道。印尼東部8月10號發生規模7.7的大地震，目前造成至少47人死亡，有數百棟厝受損，未少所在是失電無信號。也進前發布的海嘯警報是已經解除。壁面曉曉邦邦來，攏看到內面的冠軍。印尼東部的佛羅雷斯島，19透早5點左右發生規模7.7的地震，已經有47人死亡，數目抑閣佇咧增加。地震也予300多棟厝損害，真濟所在無電、無通訊信號。不過官方進前發的海嘯警報已經解除。官方繼續佇咧整理各地災情，國家搜救總隊也派人去災區到沙崗。Kabupaten Sika sendiri penanganan yang sudah dilaksanakan oleh tim SAR gabungan dari Basarnas dan dari Potensi SAR terdapat 3 korban jiwa, 2 dalam kondisi luka-luka, 1 dalam kondisi meninggal。真濟人因為地震受傷去病治療，病內面人真濟，病因為驚講地震了見到沒危險，所以甲大院的病人先刷去臨時大布棚內面。Karena ada himbauan dari perawat dan keamanan security di sini untuk segera berlarian keluar ruangan. Itu karena lihat keadaan sekitar memang tidak memungkinkan untuk dirawat di dalam gitu。無到一天，佇印尼西部的北蘇門答臘省，又發生一件規模6.9的地震。不過第2件地震的震源深度183.2公里，怎麼也無傳出傷亡的消息。官方也無發布海嘯警報。印尼佇咧幾路的大型板塊交界所在，正接發生地震加海嘯的災情。不過這邊佇咧佛羅雷斯島的地震，震源的深度真淺，震央又閣挖落地，是今年到這麼傷亡上慘重的地震。公視新聞由派準吳義昌編輯。轉來到咱台灣，昨有民眾賽車駛佇咧屏東南州交流道，發現講有車卡佇咧平交道加載後壁車的駕駛有刺警示亮啊，才無造成意外。也針對這件代誌代提供也過來了解，不過根據道路交通處罰條例規範，車卡佇咧平交道、卡佇咧鐵軌路上當時會當罰駕駛9萬，更有可能封考駕照。黑車要過零聲已經等啊，已經放落來。鐵軌啊遐看到一台休旅車徛佇咧鐵軌路頂面。黑車未過啊？伊無到通個八股嗎？無路啊，就過啊。車頂有一個查某人落車看賣了後，結果坐轉去。這台車敢若互鐵軌啊徛掉咧，無法度捌久。車徛佇咧鐵軌路頂面的所在，佇咧屏東的南州交流道。昨仔早起轉來現場看賣，會使發現有警衛佇現場佇咧巡看賣。這邊鈴聲等了後，就到路口來看是毋是真正無車。由這路口範圍較大，工作人員特別講，電路民眾佇號誌倒了後也硬要過，所以發生不哩濟擺車徛佇咧鐵軌路頂面的這個情況。邊境可以把車子協助排除，對啊。如果排除不了，應該都可以啊。我之前有試過，幫忙過幾次。對啊，幫忙，大概5、6次。照這道路交通處罰條例來規定，賽車的人的行為強姦會罰相關9萬塊，也可能互吊扣駕照。若造成黑車收容，甚至直接吊銷駕照。民眾千萬唔通安尼做。對這擺狀況，代替議員佇了解調查。記者綜合報道。也佇咧台東，這個金針花開始大開也是吸引未少人上山看花。不過舊年這個金針山是去予風災送轉去，有的路即嘛是也閣咧修理，也山路呢嘛是無看，所以鄉公所有實施交通管制，提醒咱的遊客就要配合，較袂講車踏佇咧山區，去影響到看花的心情。海拔1300多公尺的太麻里金針山區，這麼金黃色的金針花已經開始規片攏開花，真濟遊客來這享受觀山的清涼，正挖根看美麗的金針花海。這麼是懸海拔的金針花盛開，較低海拔的金針花開花期是8月底到10月初。這邊有比較盛，還有那個雙乳峰那邊，我們去那邊也有盛開。
當地正金針的農民講，逐工攏有上百台車去哩山頂看花，不過金針山的路，今年甲舊年因為風災損害，抑閣佇咧修理。公所甲當地職工攏會協助管制甲疏散車流，這邊上濟放14台車入去停車空間較細景點，也提醒遊客莫佇咧山谷型電子地圖導航，較袂行無路。今年在忘憂谷那一段那個道路因為有在施工，我們觀光區、花區都有，我們現在都有交管人員設置在那邊，會引導各位做一個上山的路線。佇即馬金針山交通管制，自秀峰頂到中正等是單向，大台車也袂使入去。不過公所逐工攏會擺4幫，總共8台9人座的，省會又停專車，後面將付錢有約坐車。記者綜合報道。中華是台灣南北管戲曲重要的傳承地廟會，也是因定定會聽到鬧熱的北管音樂。也在樂高社背後，其實有傳承數百當一個劇館的故事。大家們綜藝園區的舉辦展覽，透過古相片、透過文獻甲樂器來紹介李春元、一樂園這兩大劇館的發展，要讓民眾更加了解中華北管的歷史甲文化。中華是台灣南北管戲曲重要的傳承地區之一，原來保存濟傳統的館歌。第一本創意園區即屆甲台中教育大學合作舉辦中華城北管風華展覽活動，禮拜開幕即天，佮特別邀請中華李春元來表演。我是要來看表演，因為我較介意就老嘞，跟他廟會的那個氣氛，你會了解伊這個歷史、這個文化。一開始阮對這嘛無興趣，但是慢慢接觸了後，我嘛感覺足好的囡仔學習的文化。主辦單位表示，中華李春元甲一樂園是原來發展超過100年的館歌，分別代表原派甲演派。過去這兩派定定互相拼場，合作演員家。這屆展覽就為兩大劇館的故事出發，透過館歌的歷史、北管音樂、主題戲甲民間信仰等等的內容，呈現中華北管數百年來發展甲變化。較早中華城4個城門，伊就有4個館歌，就像東門、一樂園甲南門的這個李春元。是阮有甲這兩館借的因較早出陣甲演出咧使用的旗啊，啊有大旗啦、西頭旗啊，甲因的樂器。過去有一個北管的對立叫做演員家啦，演甲員吼，為着迄個家己的名譽吼，產生這個對立，這個記憶吼，我想中華人可能攏袂記哩啊。主辦單位指出，中華最後一屆的演員家是佇1950年代，這陣已經愈來愈少人知影咯。透過展覽，要讓民眾了解什麼是北管音樂，嘛希望捌佇這片土地上流行的民間音樂北管有機會加入現代人的生活。記者楊淑靜，中華報道。高香港對於偏鄉的囡仔來講是一個遙遠的夢。在咧基本資源相對欠缺的家己寶地，有人甲鎮內幾人經過中國小囡仔集合起來，成立寶地青少年高香樂團，予因免費學樂器。本地這海口囡仔是連個山坡都看無，到甲即馬因會當充滿自信，徛起哩舞台來演奏。在咧演奏的是嘉義縣寶地鎮的各中國小學生。要佇寶地這個老人人口超過25%的偏鄉訓練音樂人才是真困難的任務。國卡邊講要成立高響樂團，佮予囡仔免費學樂器。那因為我都會幫我的這個部興的孩子辦一些音樂會，就是把我能給的資源或者是我有的人脈，然後一直導入這個學校。所以我漸漸集結這些學校，從1-2間開始，然後直到發展到5間，那直到現在的布袋音樂節，就是有蠻多學校一起來參與。找二手樂器，找師資，總算甲寶地鎮內其中5間國小、1間國中，構成一個完整的高響樂團。為看譜開始到發出聲音，攏愛一步一腳印，豆豆啊來，練技術也練自信。我們偏鄉的小學可以說是從0開始，就是他進來就你問他知不知道五線譜，不知道；知道什麼樂器，不知道，就是一問三不知，就什麼都不知道這樣。一開始攏會驚吼，要去台面頭前表演吼，感覺攏小可避暑吼。啊，一開始發現伊開始學物件以後哦。開始知影講，我和人無共哦，我會當摕這個長笛、法國號，會當去台頂，會當表演給大家看。你會看伊開始有笑容。
對布袋這陣囡仔來講，搶頭的樂器，那像是因向外看世界的窗仔門。這條屬於海口的交響樂才拄開始，希望這陣音樂聲會當佇這片土地繼續演奏。記者郭碧君、林坤明家己報道。來關心下半晡的天氣。北部地區30度至36度，中部地區30度至34度，南部地區29度至33度，南部地區30度至33度。外島地區29度至32度，還有未來3天的氣象。感謝收看今日下晡新聞，明仔載講這個時間，再會。Thank you.